台语听无，逐工报新词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。咱伫册里啊，定会看到各种的动物，总是啊，若是图片以外，要直接看到遐个动物活跳跳伫咱的面头前，要去倒位看咧？对啦，就是去动物园啦。动物园是真侪囡仔上爱去的所在啊。想当初时啊，台北动物园的林旺、寿山动物园的小巴，拢是一地人的基地哦。今仔日，咱特别来和观众朋友做伙来分享和动物园有相关的代志。伫动物园内面上受欢迎的，就是非洲动物咯。囡仔看到英国啊，敢若伫电脑、手机啊，还是册里才看会到的动物，像讲啊，鼻啊长长的象啦，规身躯一撮乌一撮白的花条马啦，颔棍长长、脚嘛长长的麒麟鹿啦，鼻啊有一支角，脾气真无好的犀牛啦。肥肥、嘴大大、下层啊，佮有两起长长的喙齿，规工啊浸伫水里的河马啊，就是华语讲的河马啦，拢会欢喜甲叽叽叫啊。有一寡外表真古锥，伫电视、电影内面定会出现的动物，定会互动物园特别来宣传，称做动物名册，也有人讲是动物明星啊。有时动物园佫会伫网络直播这个动物名册啊，生囝食物件的情形，通引起大众啊对动物园的兴趣，嘛提醒大家讲啊，有闲的时会来动物园行行看看咧。亲像啊，目沙动物园的鸟形、企鹅、夸啦，拢是大家真欢迎的动物名册哦。若要看到因啊，就要个抽号码牌排队排真久呢。讲到这，对语言较敏感的观众朋友，可能已经注意到，咱台语对外来的动物的翻译有几啊种方法咯。像顶面种的这3种动物，鸟形是直接对华语甲翻过来，企鹅是台语家己号的名。讲这种动物的外形啊，袂输咱一个人徛停停吼。那夸啦，就是对英语直接音译的称呼啊。台语就是遮趣味，无共时代、无共所在传入来台湾的，拢会用无共的翻译哦。这也显示啊，台湾的多元文化来源啊。当来讲动物园，去动物园除了去行行咧，放轻松以外，其实佫会当好好来观察这些动物咯。因为啊，无共动物的每一个部位会生做安尼，拢有伊的原因。咱得用鸟仔的喙来做例，看到白灵狮也是好，喙长长尖尖，就知影因平常时是通水里的鱼仔来食。若像乌面腊杯安尼，喙长长，总是头平平看看，就知影这无法度通鱼啊啦。这是伫水里拉来拉去啊，会当甲水底的沙背开，通来找美伫水底的鱼啊、虾啊，也是细只金啊啦。若像鹦哥啊，喙弯弯高高，就知影是要甲树仔的籽啊搭互开，食遐的精子的啦。去动物园的时，详细观察这些动物，会当互咱真侪发现，嘛增加去动物园的趣味和知识性哦。动物园伫战争的时，定互人当作宣传的支票。像3月的时啊，基辅动物园成功突破罗西亚军队的包围，甲动物园的动物拢送去波兰的动物园。这件代志透过直播，互全世界看到，嘛鼓舞袂少人的心情哦。二次世界大战的时，欧洲有真侪动物园正常开放，伫战争内面啊，互真侪人信心。动物园有真侪深色的故事，有闲的时会当来去行行看看咧。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个时间交等好主播。